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1到17、26到40节。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第8章第1节，扫罗也赞同处死他。从那一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迫害。除了使徒以外，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。第4节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的道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，向当地人宣讲基督。众人都聚精会神，同心合意地听腓力所说的话。一边听他的话，一边看他所行的神迹。第17节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顶上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灵。第26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”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瑟俄比亚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瑟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。回程中，他坐在车上，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靠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，就说：“你明白你所念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他请腓力上车，与他同坐。38节，两人正沿着路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？”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，腓力和太监两人一同下到水里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他们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上去，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上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扬福音，一直到凯撒利亚。这时候，请本堂正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“大遭逼迫，教会扩散”。大遭逼迫，教会扩散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阿爸父神，一个礼拜，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要与主同舟，也求神你的灵继续跟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心中自由运行，让我们能够再次领受从主你来的恩典。也求主你赏赐我们都有谦卑的心，有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；有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使徒行传呢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一轮，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呢有继续说，盼望只是针对的教会建造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重新来学习，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见，今天已经是第3讲了。那我们盼望有7个主日能够来讲有关这方面，那我们从初代教会的历史呢，能够更熟悉，也更能够知道要怎样在教会的建造中，要如何能够让我们更依靠神，能够参与在教会的建造里面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在教会的建立起来，是因为圣灵的浇灌，在五旬节之后所建立起来的。在2月17号，我们有讲到，那时候有经历了很多的艰难，然后教会就受到了成长。今天我们继续在讲，因为有碰到刚刚所读的经节里面呢，看到门徒们开始四散了，四散之后结果到底是如何呢？我们看到教会就得到了扩散。接下去我们有好几讲会讲。
那我们在教会建造一里面，第一个我们讲到圣灵的浇灌呢，教会就做到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学习，我们要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然后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，成为我们的模范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建造一个整全的教会。这边特别强调是一个整全的教会，因为教会不是只有敬拜，它还有很多，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团契，我们还有要如何能够在教会中间得到成长。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侍奉，同时要领受耶稣的大使命。我们要出去传扬福音，让更多人能够明白我们主耶稣的福音。这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整全的教会，而不是单单只有一项而已。那我们教会呢，我们的意向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对内成为祷告的教会，就是要拖住这几个事情；然后对外是宣教的教会呢，也是要火热的心去传扬福音。我们在第二讲里面呢，我们又讲到教会经历了艰难呢，但是教会呢得到了成长。为何能够成长？它经历了什么艰难呢？原来它有对内对外有受到逼迫。那时候的公会，他们看到很多人跟着使徒们，就是信耶稣，不信他们的犹太教的时候，他们就很生气，然后就把这使徒们抓去，甚至还鞭打他们等等这些，要他们不能再传扬耶稣的福音。他们就告诉那个公会说：“这样，我们要顺服神，而不顺服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这样子的他们这样的坚定呢，我们看到神就祝福在当初的初代教会，教会受到了祝福，也得到了成长。但是他们对内呢也有纷争产生，对内纷争是因为他们人越来越多了，3000人加5000人，全部加起来大概是1万多人以上的教会，不可能只有12个使徒在那边在管理这所有的事情。何况他们要是管理这些，他们就有点类似不务正业一样，他们反而去管这些善事的部分，所以他们后来就选了这个执事起来。他们有智慧的去解决在内部里面这纷争，然后教会里面也更加有合一的心，因为他们把这事情拿出来谈，大家都觉得甚好，就选了执事出来。我们看到最后就讲到神的道就兴旺了，主就将信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我们看到因为这些事情之后呢，教会他们选出了7位执事来分摊的管理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司提反，因为他不但有好名声，他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，这是当初要选执事的3个条件。而且到使徒行传第6章第5节又讲说他大有信心，他的信心非常的充足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史提反呢，他后来做了很好的见证，在圣经继续讲第6章第8节讲说他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的大奇事和神迹。这些话语用时态来讲的话，当初原文的时代讲是不断的在行这些事情，不是只有一件事情，不是只有一次充满的恩惠、充满了能力、一次行的神迹跟奇事，而是不断的在做。然后又讲到他用有智慧跟圣灵来讲话，那各处的领袖呢，要跟他辩论呢，都辩不过，他们就非常的恼怒，就请人来做，用钱去请的人来做假见证，来控告司提反，说他诽谤了摩西，然后他践踏了圣所跟这个律法。其实我们只要继续看司提反他所讲的话呢，他都没有这几件事情，反而是耶稣里面曾经讲到一些话语，有关这些摩西，有关这些圣所还有律法的事情。因为耶稣曾经说，这个圣殿呢，你们看的圣殿是非常的富丽堂皇，但是它马上就要被毁掉，而且这样没有一个石头在一个石头上面。但是3日之后，他要再建立起来。他讲的是一个人主耶稣的复活的事情，但是也提到圣所，提到圣殿的事情。他也讲说，这个律法呢，我们应该是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让他成全律法。但是很多事情他都讲出律法背后的这些争议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那在犹太人来看的时候，他们就认为他们不遵守摩西所讲这些事情，所以将这些事情反而是用到司提反的身上去来控告他。众人非常对这个司提反非常恼怒呢，后来就把他送到公会里面去，然后最后呢，觉得说他已经诽谤了上帝的名字，
所以就把他推到城外面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要打死之前的时候，司提反在那边求说：“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”然后又说他看见了主耶稣坐在神的右手，所以那些人就更生气，就用石头打他。但他最后要断气之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为主而殉道了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这个保罗呢，那是名字叫扫罗呢，也是在旁边，他甚至是在保管的那些人的衣服摆在他面前。他其实也是非常同意当时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。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很多人呢，为了主的原因呢，他们受到了逼迫，有人甚至被殉道了，就像司提反一样。那时候呢，保罗呢也继续呢在残害的这些百姓们，他认为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这些基督徒呢都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他应该只信上帝，怎么会信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呢？那他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他们不能明白救恩为何是用这种方式，是流他自己的宝血，然后洗净了我们的罪。他认为来的是好像是一个君王坐着白马进到城市里面，然后起来呼召的时候，所有这些犹太人就随从他，然后就打败了罗马帝国。他觉得应该上帝所差遣的救世主应该是这样，所以保罗并不是不信上帝的，他是非常信上帝的人，是敬虔的，非常敬虔的，因为他就是法利赛人之一。所以他认为这些基督徒都是不对，所以他也带兵，自己请命带兵去抓这些基督徒。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就是在抓基督徒的半途中，在大马士革的半途中间，被主亲自跟他选召了。我们看到的是初代教会的一些情景，受到了很多的破坏。那时候他们门徒们到底怎么做呢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除了使徒以外，其他的人就四散到各处去，各处里面包括了犹太跟这个撒玛利亚各处。所以让我们就回想到使徒行传1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们今后圣灵来的时候，你们要得到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。借由这样子的迫害之间，使徒们就开始四散就到犹太跟撒玛利亚的地方，后来到地极到罗马的地方，是保罗他们就去传扬福音。借着这些事情呢，我们看到整个教会里面的碰到的事情，他们的反应以及整个福音的这个传遍呢，就像是圣经里面在所讲的样子。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节里面，就看到他们四散到各处的时候，到底情形是如何？我们看到2段的记载。第一段的记载是腓利他到了撒玛利亚，那撒玛利亚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这记载在第8章第4节到第25节。因为今天经节很长，所以我们没有全部读，我们只读了它的重点的地方。第8章第4节到第25节是记载的腓利他在撒玛利亚的事情，紧接着下面又记载他到别的地方的事情。在撒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他大有能力的宣讲基督，不是讲说他非常的聪明，他非常的想尽办法，而是能力是从天上来的这能力。他去宣讲基督，不是讲其他事情，就单单在讲耶稣基督带来的，他就是弥赛亚带来的救赎，这个好的福音。第二个呢，他又行了神迹。我相信这行神迹呢，就是要辅助他所讲的，他所信的神，真正是大有能力的神。他的结果呢，记载说怎样，众人就同心合意地归信耶稣，在撒玛利亚的城里面大有欢喜。这是在第8节的地方这样子的记载的。但是呢，同时后面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，今天我们也没有读。那里面是记载说，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，行邪术的西门呢，他原来用邪术来让这些那时候的百姓呢，觉得非常的惊奇，哇，这个人大有能力，所以很多人就跟从了他。但是当西门这个行邪术的西门看到腓利所做的这个行的神迹呢，比他大太多了，所以后来他也接受信主。
信主受洗的，因为他非常惊奇腓利所做的这个神迹。神迹对他来讲大概不是什么稀奇，但是他接着看到腓利呢，既然进着暗所祷告，就将圣灵降临在那个人身上，所以他就拿钱给腓利说：“你能不能将这个权柄，赏赐这个圣灵的权柄也给我？”他用钱要去收买这个东西。后来腓利就责备他，说他是。后来腓利责备他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这不信的人，你要跟着你手的钱呢，要下地狱里面去。”紧接着，我们看到原来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，他其实是心不正的，他要用钱去买下圣灵，能够试一下圣灵这个权柄。其实所以意思是他并非真正的信主，因为后来他当然他最后讲说愿你所信的神不要将这个祸降在我身上。那到后来很多的传说里面有提到说，这个西门有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所提到那不好的西门，所以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信主。这是在腓利他到撒玛利亚里面去做的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看到的事情。我们看到呢，还有在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，他们到底是怎样呢？他们听见说腓利在那个地方传了一个很多人在那边信主，他听见在撒玛利亚的人领受到神的道之后，他们也付出他们的关心。他们怎样付出关心？他们打发彼得跟约翰到撒玛利亚去。彼得跟约翰是当时候的像是班长跟副班长一样，他们派最重要的人到撒玛利亚去关心他们，去问他们，了解他们，知道他们并没有领受圣灵。所以就在那边也借着他们让他们祷告，为众信徒祷告，让他们领受的圣灵。我们看到的是，因为教会受到迫害，司提反被殉道之后，教会受到迫害之后，我们看到他们四散。第一个呢，腓利到了撒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呢，于是教会呢就从耶路撒冷拓散到这个犹太的全地，到撒玛利亚去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看到教会这些人迫害四散之后所碰到的。第二个呢，是看在他们去到一个地方，圣经有的经节的翻译不一样。刚才我们的诗里所读的是另外一个名字，在和合本里面讲的又是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埃提阿伯这个国家，也有人写是古时，也有现在我们看的这里面写的是伊索比亚。我想在非洲里面这个国家名字伊索比亚我们比较熟悉。那边有一个太监，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，回来的路上在他车上仍然在看圣经。然后腓利呢受到圣灵的引导，去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就做了一些，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，一个美事就在那发生了，因为这个太监后来就受洗了。整个这个过程中间，教会拓散到借着这个太监到非洲去的时候呢，其实它有几个重点，我们可以一一来看。第一个重点是这样，因为是有顺服的，愿意去传扬福音的勇士，也就是腓利，他愿意这样。我们刚刚看到这撒玛利亚的事工是非常得到兴旺。假如我们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传扬福音，就像例如我们现在到嘉光那个地方龙安街，我们传扬福音，哇，后来会得到兴旺，从50人到100人，甚至到500人这样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声音说，请你这个牧者应该到哪边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有一点怀疑？我在这边做得很好，或是在这样我们做得很好，但是突然有一个声音，圣灵要你到一个旷野去。他说在往南方的一个旷野，旷野是没有人住的地方。有一个灵圣灵告诉腓利要到那个地方去。要是我们是那个人，我们愿意这么样顺服的去吗？所以这边讲，你要这个整个事情到后来是一个美事的时候，应该有一个顺服的、愿意传扬福音的勇士。主耶稣的呢，要腓利去到南方的旷野，腓利呢并没有留恋原来已经成功的福音工作，他就去了，毫无怀疑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。原来撒玛利亚的事工非常的成功，他放下一切到那个地方去，这是第一个初步看到能够成功的原因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应该有圣灵的感动呢，有渴慕
渴慕的这真理的追求者。要是到南方，他没有一个那边人根本就是不再追求真理的话，我相信这个福音也没有办法就照着整个事情让它能够形成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见。我们看到腓力到那个旷野之后呢，他看到有一个大有权柄的，也就是伊索比亚的这个一个太监呢，他是在掌管的那个女王甘大基里面在掌管银库，就像现在财政部长一样。所以他掌管的整个国家的这个财务，所以他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人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车上里面呢，他是在念上了耶路撒冷礼拜回来的时候，在车上还在念着先知以利亚书。那时候当然还没有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，只有旧约圣经，而且那时候的圣经呢，也应该不是像印起来一本的，它一定是整卷是用羊皮上写的，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印刷术，而且那时候的圣经写的是非常的珍贵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了，因为是用写的一个一个写下来的。所以这边也可以更证明，这个太监呢是一个大有权柄，他拥有一个以赛亚书的一卷书在那边在读。我们看到后来这个整个事情的演变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。从非洲到耶路撒冷不是很短的路，开车现在开飞快的这样开，至少要8小时以上。以前还用走路的，还不要忘了当初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走了多久才走到？他不只是这样坐马车到了耶路撒冷里面去礼拜，这是花了很长的时间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也没有松懈，仍然在车上再继续读着圣经以赛亚书。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真的是对追求非常渴慕来追求真理的人。但这事情也不一定就这样子，就一个愿意传扬福音，然后一个愿意去追求的人，要如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呢？我们看到第3个是这样，他们就主动贴近的情境的步道。看到这圣灵在继续跟腓力讲说，他要去贴近那个马车。腓力马上就贴进去了，靠近那个地方，才听见他在读了什么。所以他贴近的这个渴慕者呢，我们讲要传扬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贴近，不是坐在这，人家等人来找我们一样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是一个要让一个事情福音能够来让它有功效的话呢，有这几样的因素在，不只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但是到那里不是站着就好，不是坐着就好，而是在继续往下面，要贴近，然后要贴近那位渴慕的，你才有机会跟他传扬福音。也要有怎样圣灵的预备。他正在读的是读在讲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的这预言，这是一个最好能够切入福音的内容，因为他一定看不懂，所以就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腓力就有机会跟他讲，这位弥赛亚就是谁，他来的原因是要做什么，就能够将这个福音能够开口来跟他讲。所以腓力呢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就回应了这个，就将所念的明白吗？然后就开始传讲的耶稣。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有机会能够将福音传出去，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果子也能够有收成呢？我们看到接下来是是有立即的跟进，因为到了有一个水的地方，这个太监受到了感动，他就问说：“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接下去的地方，在刚才我们施礼人所读的圣经里面没有读到这样，因为这是第37节。第8章第37节是有了抄本没有，所以要是在看和合本的时候，它是在小字里面，很小的字来写说，有些抄本没有，所以他们有些人就没有采用。那里面所讲的话就是在上面所写。腓力就说问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近就可以。”因为太监问说：“有什么妨碍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你若一心相近就可以。”他就回答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再接下去就是第8章的第38节，腓力就跟他受洗，就跟他施洗了。我们看到是一个立即的跟进跟坚固，就让他传扬，将这个圣经解释清楚。这个太监受到感动之后，然后紧接着自己还要求说：“我可以受洗吗？有什么阻碍吗？”
腓利告诉他，你要是一心相信，你单单相信耶稣就是你救主的话就可以了。所以他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彼得那个腓利就跟他施洗了。我们看到整个在福音里面传到有在撒玛利亚，那这次是传到在伊索比亚地方，看到这整个事情是这样，因为有很多的原则跟这些因素呢，就教会就随着这位有影响力的太监呢，就扩散到东非的伊索比亚，使伊索比亚长期成为非洲的基督教国家。从那时候，这是多少年前？约略2000年前。初代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就是在主后大概是70年左右，受到迫害的时候，这些人四散，然后腓利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到这个往旷野的地方去的时候，碰到了伊索比亚的太监，就将这个福音传给他，已经是接近2000年前。伊索比亚仍然是现在在非洲里面那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整个这个使徒行传来告诉我们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都可能是教会会碰到一些大灾难，或是一些逼迫，但是这些逼迫甚至会大到说有些人为主还来殉道，包括像司提反一样。台湾我们大概不会感受到这样，但在很多的国家，目前仍然有这样的情形在，特别是在回教非常兴旺的地方。我们跟回教之间，我们看回教徒，我们不会把他当敌人看待。我们会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会希望将福音传给他们。但是回教徒看基督教徒就不一样，他认为你们基督教徒都是没有信这真主阿拉，所以你们是背叛者。特别假如是你的国籍是那个回教国家的国籍的话，他们甚至立法，你信了别的教的话，就是死刑。所以他们常常残杀这些基督教徒。所以有很多这种迫害存在，到底这种迫害存在的时候，应该要如何呢？我们看到的是初代教会，他们顺服在主的大使命里面，说还要仍然去传扬福音，他们就以当初的情境，他们就顺属的这个情境之下，我们看他们所做出来的，就是将这个福音传到的遍及的到全世界去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目前的情形，我们要学习说教会要如何去扩散。我们有可能没有这些逼迫在，但是呢，刚刚所看到这几个因素跟这几个原则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学习。第一个呢，应该要有一个顺服的传福音的勇士们，是不是只有牧师呢？是不是只有那些有传扬福音的这个恩赐的人呢？当然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腓利，那腓利只不过是一个代表。他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呼召之下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应该要有这样，是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位愿意顺服去传扬福音的勇士。第二，我们看到怎样，要有渴慕的真理的追求者，我们只能求主来柔软人的心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做见证，他起初非常的坚定，这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去信基督教，你这不要来跟我传扬福音，这对我来讲都没有用的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他成为基督徒，背后我们去问他的很多理由，看到原来是有很多人为他祷告，求神柔软他的心。就是他们有一个机会，他接触到之后，他真正就柔软了他愿意柔软去接触，然后就开始生命就得到了改变。我们希望神每次我们希望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祷告，求主圣灵能够动工，柔软那一个人的心，让他成为一个渴慕的一个真理的追求者，就像这位太监一样。他当然本身表现出来就是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认真追求真理的人。那我们要传扬福音给其他人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可以求主为我们预备这种情境出来。当这个情境出现的时候呢，你还要继续要有这几个动作。你要顺服他，你要贴近他，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灵巧，你要怎样加上圣灵的预备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就能够有机会来促成。但是他也要有结果能够出来，这样我们要有立即的跟进，要把握机会，要珍惜的机会，珍惜机会来传扬福音。最近我们有在传道部里面有一个咖啡福音，所以咖啡福音是做什么？很多人开始不太清楚，后来我们就解释清楚，就是说利用大家对咖啡有兴趣的这个主题，
然后吸引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教导他们一些有关这些咖啡的知识。然后当聚集在一起，大家都已经成为一个彼此能够认知的时候，就借着机会能够做见证，能够传扬福音。这是一个模式。我们传道部里面今年将咖啡福音当作我们的一个试办的。要是这个成功之后，我们可能办了很多个什么福音，什么福音，有可能是爬山福音，有可能是钓鱼福音，有可能是脚踏车福音，都可以。就是相同的兴趣的人，可以能够因为兴趣相同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跟他传扬福音。那时候我们就必须像这样子，有这几个步骤出来。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去传扬福音的人。我们常常每次要聚会的时候，就求神柔软这些今天有人愿意来参与的人有柔软的心，他们愿意敞开他们心肠，能够来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福音。然后你就开始利用很多的机会，有智慧的，有灵巧的，开始能够将福音能够讲得清楚。最后呢，我们要珍惜机会，把握他愿意来参加，就常常能够珍惜这机会呢，能够邀请他更明白这福音，到最后都能够来受洗。这是一个让教会、让福音能够扩展所经过的一些步骤。今天我们从看到在初代教会，他们受到逼迫四散之后，他们所做出来仍然是将福音很好传，因为主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这么做。所以我们来看呢，我们教会有可能不会，并没有受到什么逼迫，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全体来动员，求主掌权，就是整个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，包括要柔软人的心，包括我们要有智慧能够去传，都是这样。求主掌权，我们才能有智慧，能够把握机会去传扬福音，去使这个教会能够在那边来建立起来，这样能扩展出来。我们教会在今年，从去年开始的时候，就在农安街的地方，那地方是我们划分的一个地方。从这边要到内坜之间，这一段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要是没有设立教会，那些人大概不知道到哪边去聚会，让他们更方便的地方可以聚会。其实桃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。昨天我们去跟另外一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，他是在南崁的地方，他说他已经去中坜看了3次了。准备要到中坜的地方再去拓展这个教会，因为他说中坜只有1间长老教会，中坜人口比桃园市还多哎。那桃园市里面呢，我们现在原来有3间，现在4间，再加上4间、5间，继续还有在南崁呢，离我们也很近，那么又增加了4间。我们在桃园看起来好像很多，但是要是教会能够拓散出去，我相信更需要有更多的地方，有更多的人，每一个人要能够动工求主来柔软我们每个人的心，有愿意去，然后听到这样那些人也柔软的心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很有技巧、有智慧，能够怎样，能够带领着，能够利用机会将福音能够传出去。他后来觉得说，我们去分享那牧师说。很可惜，因为中坜呢，应该要讲华语的人比较多。他说他不会讲华语，所以他后来放弃了。但是对他心里面，他一个很大的负担，一直提醒我们说：你们怎么不到中坜去？我们讲，我们会鼓励中坜教会的人也去那边拓展哈。他说中坜的长老教会只有1间而已，那边有这么多的人口，更需要拓展。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啊，我们不一定要有被迫害才开始四散，然后才开始有机会来拓展教会。我们在安逸的时候，更希望能够这样，因为主赏赐这么大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领受他的大使命，更应该将这些主的福音遍传到各地去。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经节呢，是看到初代教会并没有因为迫害而就开始萎缩，人就不见了，没有，他们四散做什么？做神所要求他们的大使命。我们今天只不过是看到是一个腓力所做的事情，圣经没有将所有的人都记载下来。那些人开始四散到不同的地方，而且今天所记载只是撒玛利亚跟伊索比亚，因为是跟着腓力而写的。要是其他人没有做，也做同样的工的话，我相信现在基督教不会这么快就开始拓展出来。所以那些人也同样做这些事情，他们成为一个愿意的、有顺服、愿意去传扬福音的勇士。加上圣灵的帮助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也柔软的心，愿意去接受这真理。神又赏赐智慧给他们，
他们很有智慧的，愿意去贴近，愿意去利用机会来传讲，后来就把握了机会，他们就受洗。我们看到福音就这样子传开来。现在在世界上有1/3以上的人口是基督教徒，就是信耶稣为救主的，就广义包括天主教徒，通通是算在内。要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愿意这么做的话，就不可能的。所以这边希望今天的经典里面呢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成为腓利一样，不一定要在大逼迫的时候，没有逼迫的时候，更希望能够这样子做。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里面我们有几个问题要思考，就是说，在福音要扩散到全世界的使命下，你愿意或者你可以做什么吗？我们盼望这些问题思考，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思考，从今天你所领受到的到底是什么？腓利是一个成功的布道家，他布道的策略是什么？你可以怎样应用呢？你没有办法像他跟神有这么美好的关系，圣灵调他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然后甚至是不见了。那个受洗完的时候呢，太监说看不见腓利了，原来圣灵已经又调他到别人。我们没有办法这样，但是我们可以怎样子呢？我要如何来向我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来传扬福音呢？你的禾场到处都是，就在你家的附近，就在你上班的地方，就在你上课的地方，通通是你的禾场。不是人家一定要做到，是我们贴近他们，就像腓利一样。愿神祝福在所有愿意顺服在他的带领而去传扬福音的身上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透过主耶稣流宝血来救赎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，乃是要去普天下，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。我们今天也看到，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，主的使命仍然会完成，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的话。在初代教会受到大迫害的时候，这些门徒们四散，不是去躲避，而是借着这个机会将福音传到的各处去。今天我们看到是腓利传到的撒玛利亚，后来又到了遇见了伊索比亚的太监，就让借着这个太监，就将福音传到了非洲去。我们看到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来传扬福音的勇士。我们越愿意，我们又看到有渴慕的心要去追求真理，主你柔软那些人的心的时候，再加上主圣灵的带领，有智慧去做这些事情，我们就看到美善的事情，美好的结果就产生出来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只有自己来领受主的福音就好，我们领受这些福音之后，我们也能够像腓利一样，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，愿意去贴近这些慕道友，愿意有智慧的将圣经能够传讲，将福音能够传讲得更明白，让听的人能够来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神你的大使命，尽我们的责任。求神祝福跟带领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